講到這新北地檢署偵辦連鎖醫美集團愛妮的偷窺案件，今仔日終結咯。依照呢偷錄性影像訛笑性北社等罪嫌，甲7個人起訴，目前有99名受害者，其中有4個是未成年，檢方具體求刑是9年到14年不等。台灣連鎖醫美集團愛妮的，第5月時陣是爆出店內的煙霧偵測器是疑似有裝偷窺的攝影機，甲查某人客偷窺，檢警接到通報了，遂開始搜證搜證。庫地集團的總裁蕭如山等人到案，發現案發了後，說被想是聽蕭如山的指示，甲這間分店的監視器主機拆除炸走未淨。日後專案終結，照無過偷錄性影像、訛笑性別社這罪嫌，起訴涉案的7個人，依法提起公訴，並就其中長信等5名被告分別求處14年至9年不等的有期徒刑。檢方批評蕭如山等人是嚴重侵害隱私權，糟蹋醫療倫理，對社會大眾的基本信任是造成毀滅性的打擊。犯後積極的滅證，態度是真惡質，完全無後悔的意思。對蕭如山具體求刑14年，總經理劉正華13年，特助張元玲12年，說被想食金興和洗出來會計攏逢求刑9年。不過被害人普遍攏認為求刑傷輕，無法度接受。有調到我的更衣照，全裸的那種，就覺得很噁心。我覺得14年真的太少了。你不確定你那些影片有沒有被盜用？我沒有辦法接受說你沒有讓病人或是客戶就是知情同意的情況之下，你居然就是有錄音，只會跟你講說啊，那是因為我怕醫糾，然後有很多貴重的雷射套都在那一間，所以才會裝監視器。檢方這擺偵查的範圍是包括台北、松江、新北、新莊、台中、中壢等7間分店，查出99個被害人，其中有4個未成年，所罪並發攏總涉犯164罪。另外，還未終結的部分會繼續來偵辦。大概有800人要提起集體訴訟，後續我跟行政院的消保官去做對接，他們也有在這個線上做一個正式的表單，有70幾個人去填寫這個表單。面對被害人感覺真無助，當初徛出來鬥3工的律師已經和行政院消保會來聯絡，消保會已經建立申訴調解的線頂申請網頁，律師呼籲被害人會當去網絡登記，伊會提供免錢公益的法律服務。記者綜合報道。